今天啊，我们就这会议的主题做一下探讨，谈一谈对月事的感受。唉，自妹妹出巢之时，还以为自己是得了绝症，哭哭啼啼地写了一封遗书。后来母亲才宽慰我说，但凡是家里的女子，到了一定年纪总会这样。可后来我又以为这是家里从祖上开始传女不传男的疑难怪病，当时啊真的是恨得要死。可后来我才发现，这也是天赐的宝贝，多加利用对身材是极好的。回想我第一次来那个的时候，正好是夏天，身上流着汗，下面流着血，那活脱脱就是一匹汗血宝马啊！你们说了这么多，都没有说到重点。我就是想问问你们，你们来那个的时候，也那么难受吗？难受？哎呀，姐姐，您那要叫难受，可教我们怎么活呀？怎么说？咱们宫里的东西都是和身份地位有关系的。就拿娘娘每个月要用的那个来说吧，您用的就是孔雀毛，我们用的就是野鸡毛，还有的娘娘用的是草木灰、海绵、鸭毛的。野鸡毛？凤儿，拿过来给姐姐瞧瞧。是。哼，这种东西还随身带着，以备不时之需啊。还有别的款式吗？别的啊，那要看别宫的娘娘有没有让宫女备着啦。哦，去吧。凤儿，是。姐姐您等会儿，这各宫的宫女都会替主子备着呢。还真没想到，这宫里的3、6、9等，从女人那几天用的东西就能看出来。可不是嘛，娘娘。那您以为呢？我以为那玩意儿只有弹力贴身跟 ABC。娘娘，想必是宋太医来了。